大家最近出街，有冇發覺行兩步就見到一間鋪頭拉埋鐵閘，上面貼住租約期滿或者光榮結業？你冇睇錯，亦都唔係你嘅幻覺。依家我哋身處嘅呢個城市，正經歷緊一場好恐怖嘅寒冬。根據最新嘅數據統計，過去呢短短1年之內，全香港竟然執咗成1萬間鋪頭。1萬間啊，即係平均一日就有幾十間鋪頭喺度消失緊。最令人唏噓嘅係，呢堆執笠潮嘅重災區，竟然係以前被大家捧到天高，話就話個個開刀賺錢嘅貴價日本嘢食。不論係高檔嘅廚師發辦，即係大家叫開嘅 omakase，定係走精緻路線嘅居酒屋、日式燒肉，依家通通都話玩完啦，直情入咗寒冬，完全冇人幫襯。今日我就同大家一齊拆解一下，到底呢個曾經紅到爆嘅神話，係點樣喺短短1年之內徹底崩盤，背後又反映咗香港人消費模式點樣嘅驚人轉變。講起日本嘢食喺香港嘅風光史，真係要倒流返去幾年前。大家仲記唔記得喺2019年、2020年左右，當時因為疫情爆發，全香港人都有抱返鄉下癮，但係個個都飛唔到去東京、大阪，全港市民焗住留喺度消費。就係嗰個時候，貴價日本菜好似雨後春筍咁開到周街都係。當時啲人去唔到旅行，手頭上大把閒錢，心諗橫掂去日本嘅機票錢、酒店錢都慳返，不如喺香港食餐好嘅。於是動輒每位收你1500至2000幾3000蚊嘅廚師發辦，好似唔使錢咁，網上預約分分鐘要提早2、3個月去搶。當時邊個老細頂到間鋪落嚟做高檔日本菜，真係日日掃錢掃到手軟。嗰陣時餐飲界直情流傳一句話開日本嘢食個個開都賺錢，根本就係穩賺不賠嘅代名詞。有啲原本做開茶餐廳或者茶樓嘅飲食集團，見到咁好賺，個個都分一杯羹，將資金泵晒落去開日式精緻料理。甚至有啲30零歲、40零歲嘅年輕創業者，夾埋幾百萬就衝入去開高檔居酒屋，以為可以一邊朝聖一邊發達。當年全香港人都好似中咗毒咁，對日本直送呢4個字毫無抵抗力。只要間鋪頭標榜自己嘅海鮮係每日下晝由築地或者豐洲市場空運到港，再加個神情嚴肅、着住白色廚師袍嘅師傅喺度切魚生，全場食客就會好似去咗朝聖咁。當時大家對錢嘅概念好似好模糊，2個人入去高檔居酒屋，開支清酒，叫幾串廚師精選嘅燒鳥，再食個海膽杯，埋單3、4000蚊，大家眼都唔眨一下，仲要覺得好有生活品味。呢種盲目追捧嘅風氣，令到成個市場膨脹得好緊要。由中環、銅鑼灣呢啲傳統核心商業區，開到去旺角、尖沙咀嘅樓上鋪，甚至連元朗、將軍澳呢啲住宅區嘅商場，都開滿晒主打高檔路線嘅日式餐廳。當時大家天真地以為呢種市道可以一直維持落去，香港人對日本料理嘅狂熱係永遠唔會退燒嘅。點知呢個穩賺神話，去到呢1、2年，特別係2024年到2025年，就開始完全變晒樣。依家2026年初回頭一睇，過去嗰1年簡真就係高檔日本料理嘅大屠殺之年。點解會搞成咁？最大嘅致命傷，必然係全港市民瘋狂掀起嘅北上消費潮同埋報復性出境外遊。以前飛唔到，大家焗住喺銅鑼灣、尖沙咀、中環當自己去咗日本。依家航空班次完全恢復晒，日元匯率又跌到去歷史新低，每100日元對港幣跌到去4個0、4個1，甚至有段時間見過3算字頭。當你發現去一趟東京食一餐頂級嘅米芝蓮3星 omakase，折合返港幣都只係1000蚊嘅時候，你仲會唔會願意喺香港用雙倍甚至3倍嘅價錢去食一餐食材可能仲冇咁新鮮嘅日式料理？答案大家心知肚明。依家啲中產階層一到星期5下午或者長假期，個個都攞住個行李箱，一係去赤鱲角機場飛日本，一係就搭高鐵過關去深圳。香港嘅週末，旺區嘅條街靜到雀仔跳，咁你叫班每個月交緊幾十萬租嘅貴價日式餐廳點樣捱？依家啲人算盤打得好響，
以前喺香港食餐廚師發辦要3000蚊，依家3000蚊港幣可以買到一張來回東京嘅機票有找。去到日本當地，可以用極平嘅匯率食到真正由當地職人握嘅壽司，住到高檔嘅溫泉旅館，仲可以順便買埋藥妝、衫褲鞋襪返香港。相比之下，喺香港食貴價日本菜，變成了一件極度唔划算嘅事。大家會覺得，我留喺香港做乜要做水魚？我將呢幾千蚊慳返嚟，每3個月飛一次日本，食得仲地道，仲開心。呢種心理嘅轉變，直接導致香港本地高端餐飲嘅客源出現咗結構性嘅乾涸。以前每個禮拜都要去報到嘅熟客，依家1個月都見唔到一次，因為佢哋一到假期就一律肉身離開香港。除咗去日本本地食之外，深圳嘅崛起都對香港嘅貴價餐飲造成咗毀滅性嘅打擊。以前香港人覺得返大陸消費係追求平、靚、正，係去食酸菜魚、火鍋或者串燒。但係呢2年，深圳嘅餐飲業內捲得非常之厲害。人哋依家嘅廚師發辦或者高端日式燒肉，不論係裝修嘅奢華程度，服務員1對1嘅貼心侍服，定係直接由日本空運過來嘅食材，質素完全唔輸俾香港。最重要嘅係咩？係價錢啊！喺香港中環食一餐高檔燒肉，2個人埋單無3、4000蚊都出唔到門口。但係你上到深圳福田或者南山，一模一樣質素嘅和牛，甚至係服務更好嘅環境，人民幣幾百蚊、1000零蚊就已經埋到單。對於香港嗰班30零歲到50零歲最具有消費力嘅中產中堅分子來講，返內地消費已經唔再係因為窮，而係因為追求性價比。大家都驚覺，以前喺香港做水魚做咗咁多年，依家有得揀，點解仲要留喺香港俾人斬到條頸血淋淋？而且依家深圳嘅配套真係做得很極致，人哋有啲高端日式餐廳，為咗吸引香港客，直情提供埋口岸接送服務，或者你只要喺大眾點評度預約，佢哋就會用廣東話同意溝通，成個消費體驗舒服到不得了。香港人上去食完飯，仲可以順便去行山姆超市，做個按摩，飲杯喜茶。一日嘅行程豐富到滿瀉，消費加埋都可能唔及喺香港食一餐飯嘅一半價錢。當呢種深圳一日生活圈變成咗香港中產嘅生活常態，香港本地餐飲業嘅高昂日價就徹底失去咗支撐。以前香港餐廳可以靠服務好、環境有格調嚟做賣點，但係依家面對深圳餐飲業嘅神級服務，香港好多餐廳嗰種要收加一服務費，但係面窿窿嘅服務態度，真係高下立見。除咗外在環境嘅競爭，香港高檔日本菜本身嘅質素參差，亦都係加速佢地步入歷史嘅原因。喺最瘋狂嘅嗰幾年，因為開得太多太急，市場上根本就冇咁多高質素嘅日本大廚，好多鋪頭為咗夾硬開張，求其請個以前做過幾年回轉壽司，可能得20零歲嘅後生仔，幫佢換套白色廚師袍，包個頭巾，就包裝成師傅喺度切魚生、壽司。呢啲所謂嘅廚師發辦，空有其表，根本冇日本傳統職人嘅手藝同靈魂。佢哋淨係識得喺舊舊壽司上面放一堆海膽、魚子醬，再撒啲金箔，用嚟俾港女打卡上傳到社交平台。一餐飯食落去，層次又冇，手藝又欠奉，純粹係將一堆貴價食材搭埋一齊。當初大家有錢冇地方使，可能會為咗打卡而盲目捧場，但係依家經濟環境一般，大家賺錢艱難，消費變得極之理性。當消費者交過幾次學費，發現呢啲2、3000蚊一餐嘅嘢食根本唔值呢個價，口碑一傳出去，間鋪就自然等死。呢種速成大廚嘅現象喺前幾年真係屢見不鮮，好多根本未夠班嘅人，因為市場極度缺人，身價暴漲，個個都跳槽去新開嘅Omakase店做總廚。但係佢哋對食材嘅處理、對米飯溫度嘅控制，甚至係對客人的溝通技巧，都完全未達標。有啲食客花咗幾千蚊坐喺吧台前面，竟然要睇住個師傅倒瀉手，或者連切條魚都切到不倫不類。更過分嘅係，有啲鋪頭為咗賺到盡，將啲唔新鮮或者成本好低嘅食材
夾硬用濃烈嘅調味料或者松露油嚟遮醜。當初消費者可能被嗰種奢華嘅裝修同高傲嘅態度唬住，以為呢啲就係高級味覺。但係隨住大家依家去日本去得密咗，對真正日本料理嘅要求高咗，呢啲濫竽充數嘅山寨高級店自然就無所遁形。再者，日本之前排放核廢水嘅風波，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催化劑。雖然好多香港人口講話唔驚照食，但係現實中嘅數據係好誠實嘅。自從嗰次風波之後，政府對日本特定都縣嘅水產品實施咗進口管制。呢個政策一出，對於主打每日由東京豐洲市場空運直送嘅高檔日式餐廳來講，直情係重創。餐廳為咗避開限制，需要花費更加多嘅物流成本去其他縣份揾食材，甚至要改由其他國家入口。成本上升咗之餘，消費者心裏入面始終有一條刺。以前一個禮拜食3次日本嘢嘅人，可能變成一個月先食一次。以前非日本海鮮不歡嘅人，依家寧願轉去食法國菜、意大利菜或者中式私房菜。呢種心理上嘅微小轉變，累積落嚟就變成咗壓垮一眾日式餐廳嘅最後一根稻草。呢個核廢水風波引發嘅連鎖反應，比好多人想象中更加長遠。即使過咗一段時間，政府嘅抽驗數據全部合格，但係市民嘅潛意識已經產生咗變化。加上當時傳媒大肆報道，令到好多原本好中意帶埋一家大細，或者帶住幾歲大嘅小朋友去食刺身嘅家長，開始卻步。為咗安全起見，佢哋轉去食其他菜系。高端日式餐廳少咗呢班家庭客，生意額即時跌咗一大截。而且因為進口管制，有啲高檔餐廳以前好引以為傲嘅特色食材，例如某個特定產地嘅海膽或者珍稀魚類，突然間冇得供應。當一間收緊天價嘅 Omakase 冇辦法提供最頂級、最正宗嘅食材俾客，而要用其他產地嘅替代品時，佢哋嘅核心競爭力就已經不復存在。好多做餐飲嘅老細，依家日日喺度叫苦連天，話香港嘅租金太貴，人工太高。冇錯，香港嘅店租高企係一個存在咗幾十年嘅結構性問題。但係以前市道好，大家肯消費嘅時候，呢個問題俾繁榮嘅假象遮掩咗。依家營業額直接腰斬咗一半甚至2/3，但係業主嗰邊份2年或者3年嘅租約仲未行完，每個月幾十萬嘅死租照樣要交，加埋洗碗工、樓面、大廚嘅人工，每個月一開門營業就先是10幾20萬。好多老細根本頂唔順，計過度過，發覺長痛不如短痛，寧願蝕本提早解約，沒收幾個月按金，都好過繼續開門等放血。這就是點解我哋會喺過去1年睇到一間又一間開咗幾年，裝修到靚一靚嘅名店，紛紛宣布清盤結業。講到尾，香港餐飲業嘅營運成本依家已經高到一個極不合理嘅地步，不論係食材費用、物流成本，定係最令人頭痛嘅租金，都喺度瘋狂蠶食緊老細們嘅利潤。而且依家香港面臨勞工短缺，請個洗碗工都要2萬幾蚊，仲要未必請得到人。一間高端餐廳為咗維持服務質素，樓面同廚房嘅人手比例唔可以少。當生意額好嘅時候，呢些成本重擔仲勉強撐得住，但係依家客人走晒，每晚可能得嗰2、3台客，但係背後嘅固定開支1毫子都冇得減。有啲老細為咗自救，嘗試轉型做午市平價定食，或者推出外賣優惠，但係一間原本裝修花咗幾百萬、行高檔路線嘅餐廳，去轉做幾十蚊嘅快餐，根本就係杯水車薪，連填補每日嘅電費都未夠。最後頂唔住，就只能夠無奈地選擇離場。呢場1年執1萬間鋪嘅風暴，其實係香港全部餐飲零售業嘅縮影。不過日本菜行得最前，死得最烈咁解。以前香港人買嘢食嘢，好多時追求一種優越感同儀式感，好願意為咗個包裝，為咗個名號去俾日價。但係依家經歷過高低起伏，加上大環境嘅經濟前景不明朗，大家嘅荷包縮水，消費心態完全變咗。依家最流行嘅字眼係平替，即係平價替代品。當大家發現原來去普通居酒屋食個100零蚊嘅揼飯，
或者去連鎖壽司店食10零蚊一碟嘅壽司，得到嘅快樂同滿足感，其實同去食餐幾千蚊嘅奧馬 case 差唔多嘅時候，邊個仲會願意去做大冤頭？依家全香港都吹緊一股實用主義嘅風氣，大家返工賺錢咁辛苦，供樓、養家、供小朋友讀書，壓力已經大到抖唔到氣。以前經濟好，股票市場動輒2-3萬點，大家喺金融市場賺到錢，去食餐豪嘅當係對自己嘅獎勵。依家資產價格調整，大家資產縮水，睇到自己嘅強積金同銀行戶口，自然就會勒緊褲頭。大家開始反思自己以前為咗所謂嘅生活態度，俾咗幾多冤枉錢。依家出街食飯，最重要係填飽個肚，食材對得住個價錢就夠。唔需要有幾多個服務員圍住自己轉，亦都唔需要個盤上面有冇金箔。呢種消費觀念嘅根本性扭轉，係令到所有高檔奢侈品餐飲業崩盤嘅核心元兇。同時，我哋亦都睇到成個餐飲市場嘅權力核心，已經由商家主導變成咗消費者主導。以前是餐廳大晒，佢開咩價錢，設咩規矩，要你等幾耐，你都要跟。依家係求你入嚟食。但係消費者已經唔受呢一套。當市場上面充斥住大量平價、高質嘅選擇時，高端日本菜如果仲固步自封，一味覺得自己高人一等，下場就只會被市場無情地拋棄。依家仲生存到嘅日式餐廳，好多都已經放低身段，推出好多貼地嘅優惠，甚至要不斷諗計搞新意思去吸引人流。但係對於好多已經病入膏肓、底子太薄嘅鋪頭來講，呢些掙扎都已經太遲了。講到底，呢個世界係冇不落嘅太陽，亦都冇永遠賺錢嘅神話。以前紅到爆，個個開刀賺錢嘅貴價日本嘢食，喺短短1年之內陷入全面嘅執笠潮，正正係市場最無情、最真實嘅汰弱留強。消費者嘅錢包係好誠實嘅，當你嘅產品同服務提供唔到相應嘅價值，當外圍有更多、更好、更平嘅選擇時，被時代拋棄只係時間嘅問題。經此一役，香港嘅餐飲業格局肯定會迎來一次大洗牌。嗰啲淨係識得靠花巧、靠包裝、收天價嘅貴價日本嘢食，真係已經徹底玩完，冇人會再幫襯啦。未嚟可以生存落去嘅，一定係嗰啲真正做到貨真價實、回歸味道本源，而且切合到依家香港人精明消費心態嘅鋪頭。各位街坊，你哋依家又仲會唔會花幾千蚊喺香港食一餐日本料理？定係已經將呢筆錢留返嚟買機票飛去東京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一下你哋嘅睇法。我哋下條片再見。